民众党今日是举行党代表大会，决定维持共款是这2年的条款的继续来做，也就是讲每年1月底会有7个现任的立委做满2党会来换人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强调讲，不管是现任也是后任的立委，所有人拢不准为着个人的利益去伤害着政党，也这个价值也捍卫到底。明年7周年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带着柯文哲主席回来。 跟大家一起欢度7周年的纪念活动。民众党70下晡举办6周年的党庆，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家后陈佩琪也到现场向群众致意。民众党早起是举办全国党代表大会，其中上受到注意的就是新法度落实郭文铁建立的2年条款。 会场外口早起就支持者也接返2年条款的房仔。会后党主席黄国昌讲，2年条款按照纪委规范来运作，未来若是有任何变动的必要，也应该是由郭文铁来决定。不管是现任的立委，还是未来的立委，我们只有一个原则：每天认真的工作，不准辜负支持者的期待，更不准 为了个人的利益去伤害党，要服务所有台湾人民的目标。黄国昌强调，不管处在什么款的工作岗位，每天早起7点半，上班文化未有任何的改变。前民众党立委蔡壁如是坦白讲，2年条款是郭文铁的愿望清单，目的是要扩大民众党人才训练。前面的人要能够往前走，后面的人要能够勇敢来承担。 黄国昌讲，民众党创党6周年，有效党员已经上升超过3万人。现场会使看到，无论是党代表大会，也是党庆，拢有替郭文铁保留空位等伊转来。民众党贯彻郭文铁的意志，维持2年条款。现任8名民众党立委内底，除了老士兵今年接补吴春祥以外，包含黄国昌、黄珊珊在内7名备委，拢会伫明年的1月3日辞职，并且由备任立委接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